可以拍，真的，没有，尽量拍，不要收起来，拜托。我们难得被拍哎。好，我们继续唱歌哦，因为今天听说这几天台东就是一直下午后雷阵雨哦，一直有一首歌一直不敢唱，听说唱完都会下雨。好，这首歌也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。你会看到部落有一个祭典叫奇异祭，奇异祭，要下雨哦。真的下雨了，真假？有滴吗？有啊。不要这样啦，上面再上。好，我本来要唱吗？奇异的妇人。我们唱看好不好？看看会不会下。那下我们就结束了哦。好吧，今天的募款演唱会就这样到此结束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，掌声啊！对不起，我的屁格掉了。哎呀。